大家平安，平安，哈利路亚，阿们。一起来感恩，一起来赞美。我们先用感谢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36章的11节。好，我们可以一起请。他们若听从他，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里面，如果听从他的话，愿意来服侍他，侍奉他。好啦，今天除了我们敬拜团，还有所有的音控、乐手以外，我们坐在台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们也是一个服侍者，大家都是服侍者。阿们。那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就是说，他们若听从他，侍奉他，就必幸福地度尽他们的日子，也必快乐地度过他的日子。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幸福的。阿们。我们会在神里面得着平安喜乐，快乐的在每一天。所以我们用感谢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所以我说哈利路亚，你们也要跟着我一起来，我们感谢神，透过这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神是如此的应许我们，在他里面，上帝的灵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不用惧怕。我们要在神的里面，我们同声，在这个时候，我们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首先以掌声，我们感谢神，也欢迎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我们欢迎你，阿们。阿们。圣灵，我们欢迎你，阿们。我们低头，先为自己献上感谢的祷告。为着我们是伟大神的儿女，献上感谢；为着神丰富恩典，赐下保守，带领我们每一天，献上感谢。求圣灵同在，赐下恩雨，在这个时刻，在我们的心，我们首先以感谢赞美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昌盛的应许。你说我们听从你的话语，我们侍奉你，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我们在你里面就得幸福，来过我们的日子。我们也要在你里面，因着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福分，我们的心充满喜乐平安。我们能够突破所有的难处，我们会再一次因着你的应许，丰富的赐福我们的生命得胜，荣耀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在你里面一同在神你的恩典里面，求你充满这里。
我们的心再次摆上，献上我们的感谢。尤其在这个疫情中，我们开始恢复实体的聚会。今天晚上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因着耶稣的爱，他为我们舍命，更因着圣灵天天的保守带领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天父，我们相信你帮助我们，我们相信因着你的帮助，我们进入能够荣耀你、顺服你的心，使我们因着你的帮助到你面前领受恩膏，也使我们进入丰盛的永流里，使我们一生居住在你所赐的福乐，并借由你的话语的大能，我们成为供应、祝福别人的人，来见证荣耀你。祈求你今天晚上有你的大能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凭着信心，也让我们顺服谦卑的心，更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怜悯的恩惠。今天晚上让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心敞开，我们欢喜快乐来感恩，来赞美你，也让我们在你里面重新的得力，得着你的能力，也得着主你的帮助。感谢赞美你，感谢天父。让我们的心敞开，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我
请大家向着前面、后面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跟他说：因着你的感恩上，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互相的问候，请看一下，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起来，我为我的主。今天晚上仍然我们透过几段的经文，我们继续来留心神对我们说的话。刚刚我们有读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再来读一次，预备起。他们若听从他，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好，他们就是我们啦，我们要把它成为我。不只是他们而已。当时在约伯记的作者以及他们的对话，今天是在对我们说，神在对我们说：我若听从他，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我们就会快乐的、幸福的、平安的、喜乐的，在我们的日子里面。所以，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忠心在神所给予我们他的话语，神就会赐下他这样子的恩典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帮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我们若听神的话，听从神的话，是蒙福的，是一种得喜乐、平安的侍奉。所以，让我们在神里面透过他的话语，知道神这样子的应许。在申命记的28章的13节，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因为我们听从他，不是他，神就这样祝福我们：耶和华必使你做头怎么样？不作为，居上不居下。这是神在申命记给我们的。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的4章24节。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听，然后最后一句，并且要多给你们，并且是指留心听的人，是指我们听的人，是指那些听神话语的人，
所以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需要在从听到神的声音，从神而来的话语中，我们的心是谦卑，我们的心是渴慕，要寻求，而且在我们的行为里面要表现出来。透过我们领受的，透过我们的心的体会，让我们忠心行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上帝有许多方式，许多时间都一直在对我们说话。比方说，神亲自对人讲话，神亲自对人讲话，什么时候呢？创世纪的3章第8节到第10节，这样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这段经文是亚当夏娃，他们知道他们吃了神所不喜欢他们做的事情，吃了那果子，所以他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就跟神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神亲自对人说话，所以他们就躲起来，因为他们没有穿衣服。神在圣经里面很多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神自己跟人说话。比方说出埃及记的3章第1节，摩西在那个旷野看见什么在燃烧？荆棘，所以他就想要去看那荆棘是怎么一回事。既然燃烧又没有烧着，所以他就过去了。当他过去的时候，耶和华，我们在这个3章的第4节就这么说：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摩西亲自从神的呼召、神的话语里面知道，所以透过这段经文，神亲自对摩西说话，神亲自对人说话。其实在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神也是再一次对摩西说话，他颁布十诫，有没有？颁布十诫是神跟他之间的关系。那非常出名的以赛亚书的第6章也是，以赛亚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神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他也听见神的声音对他说，神的声音在那个时候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所以以赛亚就在那个时候回答神对他说的话，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样子的经文，其实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注意看它，就会发现神屡屡的好多次都对人亲自说话。同样的，神也在今日透过这样子的你跟他之间的一个交流、亲密关系、祷告，神会自己对你说话。第二个，我们可以透过圣经，上帝透过我们读经，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对我们说话。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同时，神的话语又是活泼且大有功效。好，这是在希伯来书的4章12节。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从圣经里面认识神是创造，神是万物创造者，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神更是我们的帮助盾牌，是我们的投靠者，是我们的拯救。
同时神的能力是存在他的话语中，然后透过我们读圣经，读上帝的话语，他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动工。所以我们应当感谢，我们应当更认真，更渴慕，更是来认识神。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称颂他，活在他话语里面。今天呢，我们再分享另外一个，神如何在圣经里面透过什么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第三个，神可以透过超自然的彰显，超自然的彰显。刚刚我们有提到，摩西在旷野在荆棘的看见荆棘的燃烧，这个是一个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神迹，一个超自然的彰显来对人说话。我们上一次聚会也有说到，基甸啊，跟神要什么？干的、湿的羊毛，有没有？干跟湿的羊毛，这段的经文，也是在对基甸说话。同样的，透过这样子超自然的彰显，来坚定基甸的信心。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只不过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忽略了。所以在这个圣经有很多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神在对我们说话。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它分成几次，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重复一下，神亲自的对你说话，神亲自的对你说话，神透过超自然的能力，一些神迹来对你对我说话。神也会透过真的让你的生命里面，你在神的带领之下来经历他是如何的建立这样子的一个互相对话交流的一个经验。然后我们也透过上帝的话语圣经，神就这样子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明白神是这样子的与人同在。所以神每天透过他自己用不同的方式对你对我来讲话。但是因为我们非常的忙碌，工作压力，甚至于有许多的拦阻，生命里面有许多的黑暗，所以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神里面真的是我们被激起，在神里面我们再一次的让神的话语来启示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大家，不管是神亲自对你，不管我们透过他的话语，不管我们是经历神很奇妙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要再一次的跟神说，让我的生命不一样，让神再一次带领我们大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请你来唱。我们也透过诗歌跟神说，不管是你亲自对我说话，你的话语也是对我说话。在我生命里面，让我们看到经历很多的神迹，也是在对我说话。我有敏锐的心智在这里。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永远，太阳
为亲眼来经历神，你的生命有改变，我们生命不一样。上帝的福分就因为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来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着他的恩典，在每一天当中。也因为这样，从心里来呼求神，祷告神，让神因着我们的祷告跟他建立更美好的关系，他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他。宣告确信，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再次宣告，我们拥有神，我们必定亲眼看见他，经历他的同在。中曾经是否有体会神透过不同方式来对你说话？如果有，你现在感谢；没有，我们更应该承受感谢他，求他赐给我们，让我们心里检视神透过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形来对你说话，又说了什么？我们思考神的恩典在你生命中，我们思考神是如何的带领我们跟你亲密，让我们在神里面再一次的跟神求帮助我，亲眼看见你，亲眼经历你的带领，在我们身体疾病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困难，所以我们为着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生病住院来祷告，在我们身体抗力衰弱，或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突破心灵上的软弱的，在家敬仰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祈求父神在这个难处当中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经历他的医治同在，他圣灵帮助我们突破所有心理的难处，
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求神对我们说话，圣灵感动我们，当为谁，我们就为他提名来祷告。看重我们在他里面的祷告呼求，神更看重我们为别人的需要来做祷告。愿恩典医治的灵在今天晚上临到我们身上有疾病的、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身上，上帝的灵也与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同在，神永远长存，神永远是在我们当中。我们来宣告：我从前我还有你，现在我今天的太阳，我们相信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仰望他，尊崇他，敬畏他，让我们今天来亲眼神。接着，我们为着新的一季10月到12月，教会各项施工、各牧区，我们恢复实体聚会，各样的运作都能够在服事上得力，来祷告。特别我们要举起手，我们这个月要长子改选，所有的筹备，我们的改选流程都能够顺利。我们要为着我们教会的复兴，在这个地方见证神的名，来荣耀他。我们来祷告，所以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举起手来，我们宣告得胜的主在我们当中，在富强教会当中，上帝会拣选他的这一些的长子，他的在教会一起祷告。我们为这件事情迫切，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说话，却因为我们犯了罪，软弱，不明白你的话，听不见你的声音。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求主耶稣你的宝血来洗净赦免我们，更帮助我们也在你话语当中将我们塑造成能够合你心意的器皿。我们同心合一，今天晚上将所需要的带到你面前，
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愿意再一次的亲近你。我们的心思意念，所有作为，都能学像耶稣基督，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合你儿女的身份。祈求在天上的天父，你医治长久疾病缠身，身心灵软弱、沮丧、忧伤，心灵背负重担，以及心中受负面苦毒捆绑，生命正处于幽谷的，求主怜悯医治，赐下从你而来的盼望能力，靠着你的话语以及你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抵挡战胜仇敌在任何攻击以及所有的困难。求天父帮助富强教会团契小组的活动，教会各项事工能够顺利推动，是为了要照着你的旨意荣耀主你。特别我们为了新的一季，在每一项的事工计划里面，求你带施恩。我们为了长职的改选，在这个地方，求主你的灵感动，求主你的灵亲自带领所有的筹备过程能够顺利。我们的长职候选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愿意让神你来使用，能够在富强教会一起参与主你要我们所做的，我们一起听从你的话语，来服侍你，来兴起你的事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的因着你这样子的呼召拣选，我们荣耀主你。我们谢谢天父赐给我们今天晚上祷告的机会以及这个福分，并且我们在一起呼求的时候，我们相信你总是以慈爱恩典接纳垂听我们，并且你是赐福满满的天父。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晚上在这个恩福当中，我们再一次将台湾这个岛屿以及台湾百姓都交在你的手上，让台湾能够在疫情稍缓中，我们能够过着自由平安的生活。也求你以你的圣灵浇灌台湾众教会，唤起我们重新来到你面前。神啊，让我们谦卑认罪悔改，让我们能够为着你的福音尽心尽力。天父上帝，我们也为台湾百姓求你赦免我们所犯的罪，让台湾百姓同心爱这块土地，爱台湾。我们需要你伸出圣手，赐福和保守台湾我们的国家。求你将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身上，也在属于你儿女的身上来动工。我们更愿意付出全心全意为台湾守望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台湾的众百姓如同尼尼微城的百姓一样回转归向你。台湾的百姓能够认识你，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恩典带领台湾人民进入你恩福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今晚美好恩典时刻，让你的儿女在百忙当中，非常忙碌的生活，能够卸下一切，以敬拜祷告的心，在你面前将自己摆上。神啊，求你看着我们今天的祷告，求你赐福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太阳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不止风闻有你，是我们在每一次跟你亲近的时候，
我们就亲眼看见你。神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极限，都有每一个人的不足，但是让我们知道有神陪伴着我们，有神带领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往前走，因为主要跟我们同在。现在父神在我们台湾迎接疫情来慢慢减缓解封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再重新恢复元气，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每样的侍奉都能够回归到位，让我们在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也都求神你来恢复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样的活力，因为有神的保守，我们这样跟以前一样越加的有能力，越加的有热情，越加的跟你亲近。神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为主摆上，愿意在福音的战场上为主来卖力，为主来付出。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小组，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祷告的勇士。因为透过祷告，神要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我们自己能力不足的事，你要跟我们成就。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拍手感谢主，谢谢同工，请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哈。今天已经10月了哈，10月开始我们剩下最后一季，等于今年的事工有半年，我们大概停在那一种疫情的一个这个限制之下了哈。不过感谢主呢，这1-2个礼拜我们的疫情已经解封减缓很多，虽然还没有宣布还没宣布什么降到第1级了。不过好像我们聚会礼拜的聚会的那个限制已经慢慢减轻了，甚至我们梅花座啦，或是所谓的几个人限制里面，慢慢有一点减缓的这个方向。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这1个月开始，我们到年底都能够继续恢复哈。那这一个礼拜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在10月24号，我们要举行长子选举哈。之前上个月还在宣布的时候是还没有办法把握了哈，说是不是要分成好几次投票，分层投票。但是我们发现说，以我们现在4楼跟5楼的场地，只要我们能够邀请到我们的过半的人数，我们就可以一次把它选举完成，就不用拖1个礼拜、2个礼拜哈。但是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要我们各小组的首长还有干部呢，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把我们下面小组里面每一个，特别是会员我们教会登记的会籍的会员邀请一次。为什么呢？第一个，24号那天一定要到场，让我们能够掌握说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来教会。如果他还是有对疫情有一点点顾虑的话，那你第2个选择说，要不然你在外面，我打电话给你，开始投票你就进来，投完就离开，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哈。当然希望4号结束10月5号，我们的政府就宣布说，人数不受限制，那我们就没有这个顾虑了。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因为疫情刚恢复我们需要大家来努力邀请。所以也是趁这个机会，我们慢慢恢复实体聚会嘛，所以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把我们小组里面所有的成员呢，再一次关心，再一次邀请，说我们回到教会来，因为这样的属灵的交流互动这个跟网络上还是有差距希望我们这个热情能够恢复起来。我们也为下1个月，我们又要恢复，我们有那个这个叫做名人开讲爱诚弟兄要来做见证，还有我们的新楼医院的院长刘希举院长要来做见证。希望借着这个邀请，我们慢慢热络起来，也能为我们感恩节的一个传福音、圣诞节的传福音，能够今年也有属灵的收获好所以名单呢，这个礼拜会附在周报里面。那我们请各小组呢，真的是把你们小组的名单框起来。那就到17号以前能够确定说你能来参加。那真的不能参加，有一个办法就是请假。那请假我们就可以把整体的人数压低。
那我们要过半数也比较方便，这样可以吗？哈，这2个动作，一个是邀请他务必要来参加24号的这个会员和会啊，参加投票哈，只有1堂哦，就1堂礼拜哦。第二个，如果真的他不行，有困难或是有顾忌不能来，那请他提出请假，那我们向办公室跟曾长老我们来做确认，那我们把那个整体和出席的人数加低，这样就可以了哈。那第二个，我们在17号呢，17号我们有敬老会，就是我们的长辈，那我们也请同工帮忙查一下，我们这一个今年刚满70岁的，就是民国40年出生的70岁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从资料去找，但是是不是有漏掉？请帮忙哈，把名单提供给我们的干事啊，让他把它补足哈。那这个礼拜天呢是玉山神殿的主日，就等于从6月移到这边来，那是由邱淑平牧师哈要来这边做正道。那下个礼拜因为牧师跟谢牧师有事情不能留在教会，所以呢，我们要举行青年主日哈。我们希望那一天更多的青年人、青少年，我们基甸的青年能够到场哈，能够配合我们神学生跟传道一起来举行这个青年主日这样子哈。好，那说明报告就到这边了，有没有漏掉需要补充的？有没有？好，我们给隔壁来请安一下哈。愿神加倍力量给你，好不好？愿神的力量加倍给你。好，大家慢走哈，平安。好。